正道，愿咱的性命诚侪听的记号，请曾牧师。大家新年恭喜！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甲因请安，甲因祝福。咱甲咱身边的人讲，上帝祝福你。会通大家相见，同心做礼拜是咱的福气。这是上帝对咱这个家庭真大的祝福，咱做伙来感谢。主啊，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都爱到伫天父的厝，伫你的圣殿来阮聚集。自伫这新春的时，对阮来讲，就是一个团圆，就是一个感恩，就是一个祈祷。自过去的一年，感谢你的保守；将来一年，恳求主你的带领。你是稳上加稳的上帝，你是力上加力的上帝。愿阮用阮的生命来见证，上帝你是一个看顾软弱的人，是一个祝福你所听，因为你的信，因为阮对你的信，称作义的你的百姓。主愿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当作娱乐，嘛发出祈祷，求你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亲像今仔日阮所读的圣经。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阮，阮伫你面前的感谢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2020，耶稣爱你。2020，这个字，真侪人伫每一年新的一年时，拢会去想这个数字伊的意思，所以读谐音2020，爱你爱你。愿天父上帝将永远的听放伫咱的中间。今年咱的教会的主题就是带着基督的爱，带着基督的爱。牧师甲恁说明，带恁倒去，咱若领受着今年的胸章的时，恁会当注意看，这个是圣灵的鸽子，这个字，这个鸽子的内底写一个字，伊是希腊文、希腊语。哦，恁目睭天足大，想要看这，紧看这是啥货？今年牧师做较大粒啦，毋过虽然做大粒，恁对后对下骹嘛无一定看得到牧师顶悬这个字，恁就亲切看。牧师即摆无用英语，无用翻译的音，咱的礼拜堂教育馆的上后壁壁顶写迄个字叫做阿加佩，但是牧师即摆特别经希腊文，希腊文可能你也看无，朋友也看无，但是因为看无，所以咱拄仔有通讲故事，人讲恁这是啥物物件？你就甲讲，这就是爱加倍，这就是基督的爱。圣经中有真侪所在咧讲听。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两段，就是咱这个圣经的金句。搁另外一段就是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神爱世人，这个爱就是爱加倍，阿加倍。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互咱伫今仔日的圣经。诚做咱今年的祈祷，因为上帝对伊的囝儿以色列人，上帝对你对我，上帝所讲的话，注意听哦。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耶和华对咱显现，伊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兄弟姊妹，当咱今仔日做伙读这段圣经的时，最重要的心意，主啊！阮带着这个胸章，代表你的应允，这个是一个永远的听。兄弟姊妹，你较无上帝的听，对你少年到年老嘛？咱拢阿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所以咱带着这个胸章的意思就是，无论我去到什么所在，我拢带着天父上帝的听。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我要用我的主爱来引带你。咱的圣经这是白话字的翻译，伊较接近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伊讲对早起时，毋是早起时，早时是讲对古早，毋是对透早，是对古早古早。永远到永远，耶和华是咱的上帝。和本的圣经翻译有两种，一种是伊的正本，佮另外一个伊用寡妇。寡妇的是意思用另外一种的古早的翻译本，
圣经的另外一种版本，啊，伊两种拢写伫顶悬。伊讲古时候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伊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是恩以色列。所以白话字的圣经翻译了较水，伊讲对和合本讲从远方耶和华向我显现，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向我。所以这段圣经对咱来讲，较受到祝福，较受到安慰，不是对别人，不是对古早人，是对我。兄弟姊妹，愿咱把这句背起来。耶利米书第31章第1节，愿你大概用这段圣经祈祷的时，上帝每一摆拢充充足足将这个阿嘎佩的疼就放伫你的家庭。这是咱今年同齐的祈祷，也是教会送予咱。愿天父上帝用伊的疼坚固恁的家庭，互恁的家庭真侪上帝的疼充满的家庭。无论过去咱的年日，咱拄着什么种的欠缺艰难，对今仔日开始，上帝用伊的疼来帮助咱，互伊的疼真侪咱的快乐。咱身上带着上帝的应允，伊讲我要用永远的疼来听你。今仔日以弗所书所讲的长阔高深的爱，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咱今年咱的主题。这个上赞伫这个爱加贝的字的这个外围，用一个鸽子。鸽子伫圣经中间有两种的意思，一种就是圣神，领受圣神，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圣神做咱的帮衬。伊讲，伫咱抑阁讲袂出来祈祷的时，圣神用伊的吐气为着咱来祈祷。所以，这个爱加贝是上帝所带予咱的，阿加佩是上帝所带予咱的听。阁有鸽子代表使者，鸽子代表使者。所以，咱带着这个胸章的时，咱嘛代表一个记号。无论我行到什么所在，我要将上帝的疼嘛传予我身边的人，因为我的主耶稣有甲我讲，恁白白得到，恁就爱白白来分享给人。愿主对咱讲话，特别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做伙读以弗所书的时，最重要，咱领受耶稣基督的疼，咱领受这个长阔高深、长宽宽深的疼，最重要。这个疼的记号，这个疼的画面，要留伫上帝的礼拜堂的内底，要留伫这个德堂这个香这个砖头的内底。所以咱的厝边一年比一年更加看见上帝伊的恩典甲慈爱伫咱中间。所以今仔日的以弗所书，其实规本的以弗所书拢是保罗为着正教会的祈祷。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今仔日的圣经。因为保罗讲，因为恁的信仰，因为恁的信仰，圣神要帮助恁明白，圣神要帮助恁明白，耶稣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宽宽深。当咱明白耶稣的疼了后，咱的生命会改变，咱的态度会改变，咱的快乐会改变。愿主对你讲话。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中间，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允，嘛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主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愿主将一个无欠缺的生命放伫咱的生命中，直到咱一生的落尾，咱对心中感谢上帝讲：“主，我感谢你。”因为我感觉我的生命没有遗憾。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到目前为止你的生命犹阁无真正互你感觉真充足甲满足，好当甲主祷，敬虔甲主祷，你甲主祷讲：主，人生只有一摆，我不爱有欠缺。求天父上帝将丰盛的活命放伫你的囡仔。放伫你的家族，到代代无尽。今仔这个以弗所书就是保罗为着正教会祈祷，
所以牧师邀请咱每一个人做伙恭敬来读这本圣经。伫咱读这本册的几句话的时，咱常时用较无的心甲主祷讲：主啊，我望我的生命是长阔高深的生命。愿主听你的祈祷，互你的人生是一个满足的人生，是长阔高深的人生，是一个带着耶稣基督伊的阿加佩，甲迄个生命开展到一生的路way。今仔日的圣经真要紧，有一句话，就是满足的祝福。满足的祝福，以弗所书第3章第16节，伊讲照着上帝荣光的富有，照着上帝，意思就是上帝将伊丰盛的生命，要放伫咱的家族的中间。你相信吗？主耶稣讲，求就互你，你相信吗？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心中，咱甲主讲，主我相信，因为这个世间人所互我的，袂通亲像你所互我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丰盛的富足。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第3章16节，伊讲，上帝的圣神用伊的权能，互你的心内勇行。伊的意思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徛起。上帝用伊的圣神，将伊的权能赏赐咱，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喜乐，心中有圣神所带来归咱。愿咱今仔日倒去了后，你搁一摆，将这个圣经读一摆，读2摆，读3摆，用心甲伊背起来，成做你对上帝所领受的应允。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讲，恁着爱定睛伫仁爱。今仔所读的启应文，伊讲，就算做我真熬工作，就算做我真有智慧，就算做我也因为信仰的缘故牺牲我家己，但是我的心内若无真实的疼，这拢无算作生命。也在恁重新倒去读，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伊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基督徒的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享受上帝的疼。如果你若感觉到目前为止，你也无完完全全认捌耶稣基督的疼，你用今仔日的圣经祈祷。你讲主啊，我毋是干那要认捌你的道理，我毋是干那要认捌圣经内底咧讲的疼是什么种的疼，我无爱听遐济，我要真正经历着。主耶稣，我毋是用听，我是用领受。主你将这个完全的疼、真实的疼，放伫我人生，我毋免用理解，我毋免用我理性的思想。我真正感受着讲，主啊，你真正听我，你听我极深。愿主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伊的手摸着咱的心头。古早有真侪信仰的前辈，因为着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疼，捌有人安尼教，捌有人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用你顶十字架的手。来摸我的心，主求你用你顶十字架的手来摸我的心，互我明白，这份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深。但是这个人一摆搁一摆祈祷，伊好亲像还未完全领受着这个疼，所以有的人故意。为着要体会、深刻领受耶稣的疼，因故意用钉仔插家己的手。但是兄弟姊妹，真正的疼，毋是用安尼来得到，真正的疼是安静伫上帝的面前，听候圣神要亲像风运行
将这个真实的听，未辜负咱的听，放伫你的生命中。所以圣经18节、19节，我先互恁看19节。19节讲，19节伊讲基督的听，放伫第一句。咱倒来看18节，伊讲，互恁明白，迄个听是何等的长阔关深。愿天父上帝将即个听望着恁的心。当咱互主的听望着的时，咱要真正知影讲，基督教毋是干那一个信仰。当主的听望着咱的时，咱要明白，基督教毋是干那一个宗教信仰，伊是真正的生命。伊比信仰更加宝贝。伊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中。上帝的听今仔日充满伫我的生命中。所以这世间无论安怎辜负我，我的朋友无论安怎误会我，我的家庭无论安怎误会我、辜负我，只要有上帝的听，一切都够行。愿主听咱的祈祷，怜悯咱，互讲的人、听的人，咱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拢领受上帝伊的慈爱，充满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的圣经有所第3章19节，这节非常的重要。有所书第3章19节，伊讲，互恁明白耶稣基督的听，伊是超过世间人的理性会当明白的听。恁得到这个听的充满的时，恁就要照着上帝招庇的丰盛、招庇的充满。兄弟姊妹，这个字何等的宝贝，这个字足特别的。伊讲全备的爱，招庇的充满伫咱的中间。这个字足特别，因为伊出现伫圣经中间几个故事。所以头一个牧师要甲恁邀请恁所做的祈祷，就是为着你的生命会当得到一个完全的听的充满，你伫上帝的面前来祈祷。这也是牧师的心意，这是教会今仔日送互咱这个上章的心意。上帝完全招庇的听，充满伫恁的生命中间。这个招庇的充满出现伫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讲道了后，有5000人听伊的讲道。耶稣甲伊学生讲：“你互众人食中昼顿。”这众人拢傻眼。伫这个沙漠，伫这个旷野，伫这个曠野，要去对办道来互这5000人食。但是耶稣伊用着一个囡仔的奉献，五饼二鱼的故事，恁应该拢了解。五饼二鱼的故事，恁定睛倒去读，伊记载伫马可福音第6章第43节。迄个故事中间有一个字，当众人拢食了后，佮食较饱，手中迄个最后一块食袂落，食较饱，手中所出的5块饼2尾鱼分出来迄个。食较饱的时阵，最后一块嘛吞袂落，因为伊食饱，所以食袂落的时，耶稣学生佫甲伊收倒来。圣经讲，食剩的竟然充满12个篮，12个篮收倒来。伫迄个所在讲装满的意思，就是今仔日咧讲的招庇的充满。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咱伫今仔日的新春的礼拜，有一个祈祷，就是向上帝举手。你拍开你的手，向上帝提开，你甲主祷讲：主啊，互我，遐这你愿意吗？你伫今仔日你要甲上帝讨什么？你免讲话，你用你的咱的上帝伸出你的手讲：主啊，怜悯我，主啊，赏赐我。愿这个招庇的充满，装满了12个篮子的5饼2鱼。上帝对天地内底的赏赐，今仔日通过咱的智慧，主赏赐予咱。你相信吗？你较无吗？兄弟姊妹，唔通讨迄落食会了。即摆我去德国古伦神父的修道院，有一个
教授，阮做伙去。伊伫旅行的中间，拢爱去买迄个足卡的，就是德国有的，台湾无的，所以伊拢去找迄个较卡的物件，要买倒来台湾食。啊，有人问我讲，怎么说你买啥？我讲，若食会了，我拢无买，对吧？你搁互恁两骹骹棒，一骹30公斤，你汗60公斤，早晚嘛食会了。啊，你请问咱的人生，巧巧人，当咱向上帝伸出双手的时，你要甲主讨啥？愿主天父上帝，搁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今仔日读的圣经搁落去，保罗甲有所的祝福，伊讲。上帝要互恁焦逼的充满是充满什么？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伊讲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兄弟姊妹，用这句话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你的囡仔出世可能3公斤，可能4公斤，但是你的囡仔若永远3公斤、4公斤，你会安怎？你会烦恼啊！我所咧讲的是。伊的灵魂，你要为你的囡仔祈祷。主啊，我的囡仔，伊的肉体一日一日大汉，但是求天父上帝我的囡仔，伊的成长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我说要甲所有这的青年、青少年，甲恁讲，恁离教会大汉，爱随着恁的年日，恁的灵魂体都要长大。兄弟姊妹，是毋是？咱的内底有一个信仰的灵魂，但这个灵魂无一定因为你伫教会10年、20年、30年就自然伊就会成长，无一定。咱有可能30年前信主到今仔日，咱的观念、咱的习惯、咱的信仰态度，永远还阁同款。无说毋是伫新村要甲咱接并，毋是。是一个期待，咱每一个人拢来享受。保罗所讲的，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今仔日咱带这个胸章，毋是带好看，咱带这个胸章是一个誓言誓约。咱甲耶稣讲：主啊，我要带你的生命，你的听，你的身量。从我带这个记号的时，对我的内面。主你用你的阳光，互我灵魂阳光；主你用你的风声交庇，互我无论行到什么所在，我的朋友拢羡慕，我的平安的笑容。无论什么种的情景，主你互我拢永远带有平安的记号。主听咱的祈祷。拄则迄个故事就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4章、第6章，伊讲耶稣摕饼往天。祝谢，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亲像咱咧守圣餐的时，伊讲食了后，门徒将这剩的油啊拢捡起来，总共有12拿。这是保罗为着教会的祈祷。我愿有所的教会兄弟姊妹，因伫真道、伫圣经、伫上帝的话顶悬合一，咱所有的观念拢合一。伫上帝的话，上帝你所讲的话准绳，毋是任何人的观念来引带阮，是上帝你的话来做阮脚前的顶路就会光。保罗以爱有所的教会，诚做起造伫上帝话的教会，这嘛是咱的教会长期以来的期待。主甲咱三甲之地，主祝福你。主祝福你的生命是定根伫上帝的话顶悬，无论风雨怎样，永远无摇动。伊讲，因为认捌耶稣基督，长大成人，满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讲，焦逼的充满。当咱读到好话的时，咱就讲阿门。我若读到一段真水的圣经。丰富的圣经的时，我对心中拢有无限的欢喜。感谢上帝应允，伊赏赐予你，也赏赐予我。第二，牧师邀请咱伫新春的时的祈祷，
是不是咱甲主祷讲，主我要一生活伫你的听的内底，也这你期待吗？人有时会辜负人，但是独独只有上帝无辜负人。不但上帝无辜负咱，上帝要将一个焦逼的听放伫咱的内底，互咱拄着人的苦楚，互咱拄着辜负，咱对心中讲，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也赦免辜负我的人。上帝将这份焦逼的听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有能力，互咱有满足，自然而然带着上帝的听。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咱的祈祷就是：主啊，求你互我享受你的恩宠，跟上帝恋爱。兄弟姊妹，上重要的祈祷不是讨东讨西，上重要的祈祷就是常常，无论什么时阵，你拢有一种的期待，讲我要甲我的上帝坐做伙。你去真水的大自然风景，你看到真水的山，看到真水的风景，你讲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伫这个所在。无论你任何时阵，出外旅行的时，会惊吓孤单的时，你讲上帝，我知影你甲我三角地带。迄个时阵，请你会记得，咱捌有一礼拜做伙读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第3章13节。你讲上帝，我知，我会记得，你有甲我讲，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我。或者你相信上帝要用永远的听你吗？愿咱伫时时刻刻，咱拢邀请上帝，咱拢意识到，做礼拜上重要的态度，就是我要去亲近听我的上帝。新春咱拢倒来，请你会记得，你毋是讲看到牧师，咱做伙看到咱天顶的阿爸天父上帝。愿主将永远的听，实实在在，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每一个人好享受。在爱里面长大的孩子最有信心，您相信吗？不是宠爱哦，不是溺爱哦，是真正好伫听的中间大汉的囡仔，伊知影轻重，伊知影尊重家己，伊知影珍惜上帝的听。愿咱的教会是一个享受上帝的听，活伫上帝的听的内底。约翰是一个真贤写上帝的听，甲保罗同款。保罗是写伫哥林多前书第13章，约翰是写伫伊的约翰福音书内底，嘛写约翰1书、2书、3书。伊讲神是爱，上帝的本性就是听。所以今仔日咱带着这个胸章，是开始去默想，开始去思考，开始去经历。对今仔日开始直到咱完完全全互上帝的听抱伫伊的行程。咱讲上帝，你真正听我，耶稣听我，我知命。愿主甲咱三角地带，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约翰1书4章第7节，应该讲是今仔日的金句，但是咱的周报金句只有写礼拜日。但是牧师今仔日甲咱分享约翰1书第4章第7节，这应该是今仔日的金句。爱从神而来。原来伫主的面前，咱领受这个长阔高深的听，咱伫伊的面前，互主加对咱的记号。因为耶稣所讲，我用新的改变互恁，我用新的改变互恁，恁就彼此相听，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耶稣的改变。所以当咱带着这个第一个意思是，我先得到上帝的听。我先领受上帝的听，第二个就是我要将这个听传出去。无论我拄着什么种的人，我伫服务的中间，我的工作的中间，我所照顾的人，用诚恳，用温柔，用尊重，啊，这知无？
迄毋是职业。咱的人生每一个时刻，毋是干那为着职业来活，是为着信仰来活。所以咱身边的任何人，咱诚恳，咱温柔，咱尊重。愿主将伊的听放伫你的内底，互你毋是迄种勉强家己来做你无欢喜做的代志。愿主将伊的听改变咱。因为耶稣基督的听会当改变咱的生命。主甲咱三甲伫地，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亲爱兄弟姊妹，咱应该彼此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然有听，就是对上帝来生，佮认捌上帝。咱毋是干那听讲道，咱是用心来领受真道。主甲咱三甲伫地。所以耶稣讲：“恁若彼此相听，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也即咱的教会已经将阿加贝2003年就放伫迄个所在，大概迄个灯若歹，拢爱拜托演唱遐。但是伊的老师傅听讲已经无法度闭关闭价啊，所以今年开始决定讲。是毋是迄个阿加佩毋好阁吊伫迄个所在？因为吊伫迄个所在吼，拢爱叫攀岩的师傅啊，垂降落来修理迄个物件，将伊挂伫咱的心内，毋是挂伫壁顶。愿主甲咱三甲伫地用咱，诚做听的记号。你敢相信耶稣的听当改变你心中所爱？你敢相信？保罗讲：“前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做宝贝，但是因为认捌耶稣基督的听，我看过去所追求的，亲像粪扫一共款。”这就是保罗讲：“我若果癫狂，我若讲，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催逼我。”愿保罗所得到迄种的充满，主耶稣用伊圣洁的听充满，愿主将这个听嘛充满你，充满你的家庭，充满你的囡仔。咱要因为这个听，咱的人生的选择、行动无共款。愿主甲咱三甲伫地，互咱的教会诚侪爱的记号。也愿咱将这个胸章带伫咱的心内，到永远，毋是干那吊伫一年一摆，明年落啊摕来换掉，将迄个爱加倍真正放伫你的心内。愿主伫咱的教会得到阳光，好吗？开细声啦！你无爱上帝伫咱的教会，互人娱乐吗？你还搁咧受圣经的话，我知啦，吼。所以有当时咱伫敬虔的中间，咱安静无容易马上就回应。但是愿上帝互咱的教会，诚侪伊阳光的记号。圣经讲，招庇的充满伫咱的生命中。恁敢会记得牧师伫80周年的感恩礼拜时，牧师有讲一句话：愿咱的教会到100周年的时。咱会当听见咱的厝边讲，有恁德堂教会伫德堂，赞！袂使干那用讲的尔，恁愿意吗？咱做伙来努力，迄个努力对基督开始，基督上帝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中间，互即间教会诚侪上帝阳光的记号。恁的家庭诚侪荣耀上帝的家庭。不是开玩笑的，认真的。上帝的互恁的家庭叫做阳光上帝的家庭，无这样例外。这是咱今仔新春的礼拜，要祈祷，咱要甲主祷告。主，我将我的家庭带来到礼拜堂，当作新春的奉献。我知影咱教会新春拢有奉献的习惯，但是除了恁带来迄包红包，更较要紧。是咱将咱的家庭
奉献给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用无限的听，用永远的听，用圣洁的听，用完全的听，用具体耶稣的听来听阮。主你今仔日的礼拜，阮出声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充满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满满有耶稣基督的心量，互阮的灵魂体拢充满耶稣基督的香味。祝福阮拢做真实的基督徒。阮无讲话，阮有讲话；阮倒咧，阮起来，拢是表明阮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用你的听充满阮的家庭，充满阮的教会，愿你伫阮中间得到荣光。感谢祈祷，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